伊犁有多美，只有上天才知道。在蓝天之上，你才能真正领会伊犁的美，而这些美景只是我机窗外的日常。我叫米尔别克特留别克，同事们都叫我小米，家里世世代代呢都是木米。而现在，我是一名通航的直升机驾驶员。好堵哦，有点。哇！天哪！天哪！小时候从来没想过自己能成为一名飞行员，也从没想过会带这么多游客去看我们新疆的美。我们这是很淳朴的，就一个牧民家，从小在草原上长大，我最熟悉的就是马背上的颠簸，总觉得自己这辈子与草原、牛羊相伴。所以，成为飞行员后，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接家人过来，带他们看看我工作的地方，再带他们从天上看看我们的家乡。现在已经7:45了嘛，今天航班要提前，然后估计还有20分钟就到了。哦，来了，看到了，在最里面。啊，是吗？是。哎，对。啊，热。我能成为飞行员，离不开我家人的支持。想开飞机的念头是从2018年开始的。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就是在一家通航公司实习嘛，当时是干地勤。每天看着飞行员驾驶着飞机起降，说实话，心里是特别的羡慕。当时就想，这飞行员真酷，要是我也能当上就好了。然后我就问我老板嘛，问他们这个东西有啥要求？学费这个什么个情况？你要是考这个商用执照的话，就必须得有私用执照，所以这个费用加起来的话，大概是在60万。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这个太不切实际了。我感觉我们家不可能掏出这么多钱，但是后面实在是想学飞，真的是想学。我爸妈飞机都没坐过，一听我要学开飞机，一下愣住了。我就跟他们说，现在来我们新疆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喜欢坐着直升机欣赏咱们新疆的美景，不担心找不到工作。然后最后他们商量，大概几年时间，终于下定决心了。дегенде сол мал дағдыр болсын дегенде енді өзіміз малшы одан соң ұқса келе сол мына пижи немесін үйренсем деп қызыққан соң ол ойымызды өзгертіп қайтадан осы. Ал дегенде шөпиін табу үшін малымызды саттық. Бір 50 сиырымыз бар болатын, оны саттық. Қойымыздың төлін саттық. Түйеміз бар, оның тайлағы деген сияқты, бота деген сияқты ақшасын төлеу үшін соның бәрін саттық. Біраз құраған ақшамыз бар болатын, оны төледік. Оны ішіміз ашыған жоқ, өйткені бір баланың болашағы. 我们家现在可能留了1、2头牛，然后剩下都卖了。现在主要养骆驼，产奶嘛。我们家也是比较这种纯模广元。我爸还是一副那种表情，就是很严肃、很无关紧要的那种表情，能够特别清楚的知道他们有多爱我。
当知道自己真的能学飞的时候，第一时间我是真的确实是高兴，第二反应也是比较担忧啊。万一说到时候我飞的时候表现不好，被教练砍出去了，就不喜欢我了，还是怎么样？我们在任何飞行中，基本功好了，任何动作学起来都很快。当你基本功不好的时候，基本上你就学不出来。在我们悬停的时候，我们在接地，什么时候最难吗？其实刚开始第一次练的时候，我们练的是那个悬停，空中悬停。好多人都感觉就是在飞机里面可能有个装置，按个按钮它就悬起来了，它就不动了。其实不是的，一开始学飞就是舵也好，你的操纵杆还有你的总距都是一起平衡的，都是要动的。只要无论是动哪一个，你其他都得配合。而且我刚开始学飞的时候，我同事们都嘲笑我，就像锅里面的一盘菜一样，来回翻炒。悬停对我打击是真的大，我突然觉得我是不是自己对飞行就没有天赋，又让别人失望了，就很自责。但我觉得所有的职业，无论是什么，你只要一直去练习，勤加苦练，我对自己要求可以高一点呀。我到这个最难的地方的时候，我就会刻意的先悬停个1-2秒，就这样每天练，达到一定的时间之后，你自然就掌握这种技巧。除了训练，当时我们也有自己的题库，我学历也不是特别高，可能看领航会很头疼，需要计算的、需要画线的东西我不会嘛，我就到处去问，尽量还是能够去理解。确实真的很想学好。我很清楚记得2024年6月，我终于成为了一名正式的通航直升机驾驶员。刚好那拉提景区这边的航线需要驾驶员，我就入职了。很多来那拉提的游客特别喜欢坐我们的直升机，现在带的游客少说也有300-400个人。然后我就会跟他们介绍我们美丽的新疆。看着这么多游客从空中看我们新疆，看见我家乡的美，我真的心里面特别开心，觉得之前的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我们从广东来，风景非常优美。在空中看这个那拉提的感觉，视野非常开阔，一下子整个草原都看清楚了。不游新疆，不知道新疆之美和祖国的山河秀丽。确实是这个新疆的这个风景呢。那时候学飞的时候，就是天天幻想能够让我父母，让我家里人在我身边带他们飞一圈，那该多好。尤其是我弟弟，因为我弟弟他可能在班里面，就会说，哎呀，我哥是飞行员了。说实话，他也有点小骄傲，其实我也挺开心的。Мен істейтін орным ана жерде. Ана жерде. 300 метрлік жол, бірақ та біз тікұшақта ана жерден ұшырамыз. Айланып бір 8 минут.这很激动，就是能够自己带家里人飞，这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能够带他们看一下这地方好的地方，而且能够让他们不会再那么担心了，满足了，很满足。我感觉这可能是我学飞的意义吧。Qanday ekan? Ой, яқта атақты екен, 1 жылға қалды. Qanday ekan endi? Жалғастырып шықты. 特别酷，特别帅，很激动。 тікұшағына отырғанда керемет жақсы екен, көңілді болдым. Баламның енді осындай ұшқысына түсіп, мына жерге келіп ойнағанда ерекше көңілді болдым.
发自内心说的话，我干这份工作，没有上班的感觉，就是想干，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很感恩我可以生在这么好的时代，有这么宽广的舞台。下一步呢，我还想继续提升我的飞行技能，考取一个飞行的教员执照。我也有自己的一些小计划，想着有机会，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孩子去了解飞行，接触飞行。也希望更多牧民家的孩子像我一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对未来很有信心，新疆也好，这个行业也好，肯定会越来越好。